后来继续来看桃园的龟山，一个67岁义交，昨早起伫路口指挥交通，互一台当咧马库的沙石仔车交过，当场就往生了。沙石仔车的驾驶酒测值是0，妨用过失伤害致死罪，移送法办。 露天义交穿雨帽，徛伫市民路口，专心替伫驶倒提沙石车注意往来的车。有一台物流乌多摆挖近，义交赶紧洗身举手，想袂到后一秒。当时沙石车继续驶马厩，也过敢若是无注意路中这个义交，直接将人弄倒在地，车辆也搁甲交过。驾驶敢若无发现，搁继续驶，一直到车头喊一个真大，伊才发觉唔对，赶紧报警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看到这个义交倒伫车龛。男性年约67岁，救人立即下车评估患者已无意识、无呼吸、无脉搏。救护人员赶紧将人送去病院，也过有缘救无活。这件夺命意外发生伫昨早起10点外，当时义交伫桃园龟山新达路甲新富路口指挥交通，本来是要保护民众安全，煞无命。 车祸现场有不少工地伫施工，沙石车真济。过阵间换另外一个义交来指挥交通，听到今日一天发生意外，真谨慎面对这个代志，面色沉重，无想要加讲。严姓男子酒测值为0，全案依过失伤害致死罪侦办。警方表示，死者做义交已经1年3个月，拢有保意外险，会全力协助家属申请理赔。是讲对家属来讲，赔搁较侪钱，嘛无度弥补失去至亲的哀痛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